来讲3天前，伫咧屏东一个19岁的少年人，甲赤字店有纠纷，转放火，甲店头家翁仔某2个人烧死。好，最高法院判这个少年人无期徒刑，专案确定。也已经互判刑啊！这个少年人也阁呛声讲，伊若出来，要甲死者家属因规家伙仔总抬死，是互家属真惊吓。 记录器的画面看到正手边徛架烧起来，火势足大的。这是2023年发生伫屏东市的火烧，当时一名19岁姓柯的查甫人要喊店头约时间赤字，因为时间敲袂好势，发生纠纷，姓柯查甫人就直接放火烧店，造成姓黄的翁仔某2人不幸互火烧死，嫌犯嘛互人抓起来。他杀了2个人，应该是要判死刑，就是这个台湾的司法就这样，还是有点失望啊。规个案件2024年11月，屏东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姓柯的查甫人犯杀人罪，判无期徒刑，而且褫夺公权终身。双方不服，拢提出上诉。2025年10月，高雄高等法院2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检方认为姓柯的查甫人罪孽重大，佮提出上诉。今年2月初时，最高法院定案，维持一审判决。 只能说是无言啊，因为小老百姓就是也没有什么话语权的我们期待也是司法给我们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嘛。死者家属表示，面对无期徒刑的判决足无奈，不满杀人罪判无够重，而且嫌犯伫看守所会面的时，佮捌呛声闹出去，一定会害死者家属规家伙仔，也佮有做证的证人，互家属感觉惊吓不安。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